见新王子，这宝钗的肉谁为儿子不管算什？哎呀，夸夸有情，娘娘有旨，宣新王子等万卷今年传前。听说谢家妹妹有个金书，也是件喜欢之物。今日也让我一并观赏观赏。不离不弃，芳名永记，这
倒是也对你。娘娘，这院中庭的血管病儿的对里，可都是包药所的哟。哎呀，故孙大有长进，这院子巧夺天工，精致优雅。我这一回去，这院子定然严制封闭，切不可惜。老祖母，我命家中姐妹和宝茶队友等人，还有包友也同搬进院子，在院中用功读书，切不甚好。大姐，让我也搬到院中去住。哎呀，原来望我关心，你们喜欢是在哪一次呢？宝姐姐，你喜欢是在哪一次呢？对那自然乐器我愉快，香草最神的很无缘。林妹妹，你喜欢是在哪一次？谢娘娘。
不学的。我今朝背地里偏要到他一个伤夸。可便是扎金玉丝，难得西厢见妙事啊！燕长生清心能使盈盈家，我盈盈身心人比张生慈。叹宝玉身不由己全才词，但愿得今晚梦剧破就是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成功这鬼了呢。你取笑我做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旷功名，文玩缺点不过文章。你玩的这些人，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快趁早给我看看。好妹妹，今你看我是不怕的。哎，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什么书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你。妹妹，妹妹，那西厢记。嘘，轻一点。好妹妹，意思好不好？啊，妹妹，我是个多罪多病生啊，你就是那亲姑亲人的妈。哎呀，你该死的58堂，弄出这明日演出来吊销文章的娃儿欺负人，我可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好妹妹，好
明朝让我逮在这池子里，让腊头鸟把我吞去掉。那张水一封是关于开着看，那一帮起谁呀黄昏雨，那后娘再称上我老夫人，那为民父亲边沿做肉馒头，我以为你当是的，呸！原来是个人呀拉枪头。好，你说说，你这个人，好，我也要去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个了啊！哎，好妹妹，我们来谈别的好吗？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哎，你送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喏，你送我个香袋，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是皇上撕下来的呢。什么穿到是哪个的？我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个东西，我可要你的香袋。哎，我要香袋，要香袋，呀！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氏今日有人为替你做了，人家比我越为你越为做，又有什么金的、牛的？哎呀，你又来了！你这个人啊，我们两人一早亲一上才，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猜，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成了你？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可天气不免冷了一些，看你穿得这样单薄，回头冷了，他又要上风。可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单薄。
结果，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你这样闹出来，他们会放过你吗？我不怕，我再也不让受人欺负了。做戏子的见有时比无侬，台下来比台上多，此去必居东郊的。从此离开亲王府，真乃是非夫之交难分手。但愿得与你往来多传颂。这是机关山圣旨，请二爷留作纪念。相见时难君一纵是我一笑，圣人用忠孝圣之本也。是君不可以不忠，是我不可以不孝也。嘘，三纲五常乃神理生之大经，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是以众人曾于小子之门也。沈家在苦恼，你还在笑你？唉，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焚香叩对祭祖先，采收恭敬听教诲，为动下那托生言，十二名掉落的崔文章，托得我头昏目眩，实可言。哎呀，孙悟空好像有金箍水，没法子好。来，真的有位吧，我来替你当孙。唉，不顾，把人苦过。请问，哎，请问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是我自己画的。画得一点都不美。来，我来替你改画一下。小祖宗，你还是读书要紧。你让我解解闷吧。哈，怎样？
的话，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美貌画得跟林姑娘一样。为什么？太太不喜欢。有一天，太太到园中来，见了我，随和尚脸皱着眉头，她说：“眉间杀出，眼波似水，眉眼好像林妹妹，虽说要下肩膀，这个丫头她是谁？”奇怪，难道眉眼生得好看一点，也是为得罪成了吗？哼，我偏偏要画得跟林妹妹一样。请问来？下真经数百年，被老爷知道定自悲。哎呀，二姨，就是太一万不生，总算你不是真心爱读书，你也应该长出过读书的样子来。来，脱下一件衣服吧。来，咦，这条环境是哪里来的？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个二爷是哪里来的？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竟会送这样的东西？哎呀，你少管一些好不好？哎呀，不知你呀，又去找上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呀，好鲜艳的一条环境啊！不是我家二爷呀，又说了什么乱着神的事了？哎，你怕什么？我管的都是正经事，有没有去为非作歹了？那你是哪里来的？不瞒你说，是从这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戏子，名叫机关。这条环境是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唱戏的二爷，你就戏子就叫朋友做这种事情？哟，你戏子叫个朋友，这难道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宝兄弟，哎呀，宝姑娘来了，宝姑娘请进。怎么不欢迎客人嘛？哦，那我也不该来你。哦，宝姐姐，宝姐姐，来来来，宝姑娘请坐。宝姐姐，请坐。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在谈讲些什么？哎呀，宝姑娘，你看，他见我戏子就叫朋友，戏子这还了得？是啊，宝兄弟要是走戏子去讲，那倒叫人担心你。哎呀，宝姐姐，你不要听他这些话。我，二爷，什么事啊？老爷吩咐我来传话，是叫一称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叫二爷准备准备，明日好会客。会客会客，又是会客。这是老爷吩咐的嘛？好好好，嘘。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备着。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是说你能人品在卡，所以才叫你。哼，我无非是个说中有说的畜生罢了。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东们来往你。哎呀，宝姑娘，你看看，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世界上哪有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倒却要和戏子？哎呀，
结交朋友的道理。是啊，这倒真要给一给才好呢，宝兄弟。常言道，子呀，看来情，才不想高朋们。事情你上面这是令，也该去为做怪人。盼将喜事多，亲戚好哟问，哟为谁此事做成真本领？理应该把茶馆内聚上进，怎能对伯母成一不公义？宝姐姐，老太太要问过把爱，怎么认你？你去问过把去吧。我难道是专被人家玩过牌的吗？宝姑娘，你不要听他这些，人家劝他上进，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你想，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哎呀，你睡不着了，我去看看姨娘去。宝姑娘再说一会儿吧。不用了，宝兄弟，我走了。哎呀啊！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啊！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又宽呀。因儿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又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提起这些来，宝姑娘真是叫声敬重。可是你呀，倒和人家身份了。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这难道是文章话吗？真想不到，穷在贵国之中，也会染上了这种风气。二爷，哎呀，二爷。众人前往府有人就见，吩咐有请，有请。
请问大人，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乃是我王爷心爱的。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四处寻找不着。听说乃终身损失，机关琳琅宝玉，相较成案。听说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姑苏刑法老先生专制领导，请将机关放回，一则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大二来么，以免下官救命之苦啊！请大人稍待，来人，有换宝女。是。老爷，你这该死的奴才，在家里你因为贵妃被寻救，在外边不法无天又招摇。那只管是王爷家的神风人，你但管引得他出风大。什么机关啊？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空是木若也没见的呀。也有真名实居才，他生你还今晚见你了。你讲你。机关眼圈台上有公母，眼圈台下马欢笑。再不愿出身有灵，愿做个一路女娇啊！事实来，他曾在哪里？我却不知。哼，他必居东郊，可有此事？他是今日第谁？有必问我。我去找一位，找上两边吧，什么有嘛？再来请教告辞。大人稍待，请大人万岁，不许走开！请大人万岁，请大人万岁，大人！机关，机关呐！可叹你从于民在三通关，难道是内无智商？暂时。来人！去拿绳子来，屁股全打满了，把门都关上。稍时有人顺性到里面去，你可当死！哎呀，老祖宗他来，老祖宗他来！天哪！小家父死里钻营之中，富贵功名之家，请出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你不能光灿灿胸远近，你不能为
要与那丫头戏子去奔呀，做出了点着门楣，成事情。我说今朝去革命，明将来是否要死去？我今日当时无念之名声我情愿剃度色空跨进我当时休了情。你将来什么种了胡疙瘩？你们，你。放牛！老爷不要打了，老爷！放牛！老爷！放牛谁说给打？你自己也要保重。当时保牛是想，要是把老太太气完了，岂必是大了？老爷，我真休的此言，我养了你子无一不孝，不是今日结果了他一绝还。老爷，你就活在我们夫妻份上，我念一半吧，只有这一股孽障。爸娘，我们娘儿俩我这懂事了，我哪可你的爸娘，爸娘的心，爸娘，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拿绳子来，老爷，拿绳子来，拿绳子来，老爷。你要把他勒死，你先把我勒死，要你先把我勒死。老太太到，保佑！你先当死我，你先当死我，你先当死我，保兄弟。老太太有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我儿子进去吩咐，也就是了。你原来和我讲话，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有养过好儿子。恰巧我才
做儿子的时时管教他，也为的是永中要主。老太太说此话，叫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呸！一句话你尽算，今日不亲，他人生子真经得办事意。今日里下头水，是他死的真不叫怕发财，痛彻心扉。不要不真心谁知啊！请坐。先生，听说你近来丢了个妻子，是不是？丢了也就算了。我这个倒用不上，你把我这个拿去带吧。这怎么是的？这是总不见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好。哎呀，宝姑娘来了半天，我连杯茶都没有倒。宝姑娘，你坐一会儿，我去倒杯茶。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什么话呀？和尚道士的话是我信的。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要说是冒上姻缘。宝姐姐，哦，是你呀，宝兄弟，你身体可大？
大意了。多谢你千金子，我已经想都好了。哎，宝姐姐，想是来了许多事了吧？来了一回，先听见你在梦中骂人，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是真的吗？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我也来是想望望你，二来听说你近来遇出了几岁心事，倒想来拜托一番。是倒是做了几岁，只是总不见你和林妹妹呀。哎，你来了，正好请你评论一下你。好啊，那就到里面去吧。哎，宝姐姐，请。什么宝姑娘、贝姑娘，一时没事跑来是首长，叫我们半夜三更的，不得好噻。宝牛配子身份上，用过父子负心帮，他是皮肉生于心地，我是三少良心情团房。这样都睡着了，于是明天再来吧。是我啊，还不开门。并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也跟不许放进城来。宝姐姐，请啊！宝兄弟，请啊，请。一生付出，半生了，茉莉花尽心情黄。
死于长江去，我困子正当美景无良人。老太太，老太太好，老年岁西城阿姨，真乃是白发一鬓沙花城。老太太，是什么白发一鬓上花城有快门？老太太一问也年轻，长生不老我下去，三顾乱镜老人心。红丫头呀，就凭你这张巧嘴。看起来二嫂子凭她这样巧，总巧不过老太太。我的儿啊，我事情老了，还瞧什么你？当年我像凤丫头一把年纪，倒是比她还强的。他是这样的。姨太太，老太太，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说我们家里四个女儿孙妻，又是巧又是好啊！对不起包丫头哟。老太太，这话可是骗了。啊，这倒是真的哦！我是让天老祖宗在北十八姑娘好你。红丫头，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啊！姨太太，老太太，你呀想吃什么？请快告诉我。好，我有本事叫凤丫头盘了来去。老太太总是接他出难题，时常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姑妈，你休思了，我们老祖宗啊，这是言生有算，要是不言生有算啊，什么？早就把我也吃了你。不要的，爱不离，爱也不离，万众心美，老太太真好。谁知园中灵雨丢人，偷纱之泪，张罗花。花落花飞，飞满天。红绡
上去，披上锦囊，手烟锅，一把银铺，烟风雨，这杯寄来万几去，不教无囊言去归。母亲葬花尽孝慈，他年长我14岁，一朝春心红人生无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仁吗？我当良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妹妹满嘴，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以后就撩开手吧。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啊！想当初，妹妹总将我走来当，抱有是终日相伴共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是凭啊你挑，害怕那呀外婆是不知道我情是张张结结来走了，离啥烦恼我担忧，离啥开眼我心想。我和你同坐千外同上山，像一母所生的情，同
十指房，清清热热直到底，真见得我俩情谊比人好。谁知晓妹妹成大的心也大，如今是你下着眼睛把我瞧，再造是谁不理我啊？是宝鸟十问老婆带来闹，我与从你当年是哪样？为什么月儿鼻子将我跑？离愁树也是少也好，为什么半生都是你常悲好？你叫我不明不白故里梦啊！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个缺失的归问，冤难告。怎么了？在哭啦？谁在快，是来我滚着你！你要死了，动手动脚的。说话忘了情，不去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我啦。你既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医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是我从哪里说起呀？哦，怪不得你不理我呢。好，我实讲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崔，那一天啊，我不顾长对问天生贵，来访你病做工担心，谁知道随了你丫头眼起灵，上了你永远的闭门羹，撇下我满目凄凉的院门，遍体身外梨花尽。那一日你梦着都不离人，今生有别自抓别子把是命。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啊。那天只有宝姐姐来送过一回。定是丫头们干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问出是谁，我定要教训他们呢。是要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什么贝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你，哎呀，你玩啥这些话？你到底是气我呢，你还是追我啊？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快，劲都跑起来了，还记得一脸爱你。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啊？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
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事啊体贴不上，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了。你要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时怕费了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辜负了。唉，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尚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你。哦，妹妹慢嘴，你再让我讲一句话在这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颗心从来不管事。今天我大胆的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管告诉人，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都忘不了你。好妹妹，宝二爷，你怎么了？林妹妹呢？林姑娘她早就醉了。醉了？她到哪里去了？回去了，她为宿醉司机家里去了。二爷，八爷，八爷不好了，八爷不好了！二爷，二爷，二爷，你怎么了？宝玉，你怎么了？宝玉，你醒醒，宝玉！先生，你是怎样是二弟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你也不知道自己二爷说了些什么话，二爷就言语说了，随之也冷了，我也不为说了。不知了。与他讲了些什么？我并没与他说些什么，只与他说了一句玩笑。宝二爷，你可不能当真啊！宝二爷，宝二爷，宝兄弟，宝二爷，宝二爷，子娟，你不能这样，子娟，宝二爷，你要再连我也带了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老太太，林家的人来看宝二爷来了。你叫林家妈妈可当坐一位啊！不得了！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哎呀，打出去！打出去！哎呀，宝玉啊，这不是林家的人啊！是了林妹妹，林人谁不许他心里？对呀，以后不许提到林氏，不许叫心灵的心来。听见了没有？不许
宝玉近来病得奇怪呀，那黛玉又是何算病，又何算好的？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也不怕什么，如今你看怎么样？老太太，依我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趁早就宝玉成了亲，以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你。哦，这是那林姑娘啊，谁是玉马有才，只恐怕多愁多病不闻情，宝丫头得用结拜与佛香，听个多方十分言。我是妈，更与金锁配宝牛，是一对天生的并蒂莲，能使家万事兴，所得宝牛富贵人。既说你们都是宝丫头好，那我的旨意也就听了。咦，都听见了，不准说出去。要是走漏了一股事，当心当了你们的两条腿。老太太，你看这倘若宝玉真像刚才谁人说的那样，万一再闯出什么祸来，这倒叫人难了啊！难倒是不难，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你只管讲来。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调包，调配了万事调包机，是一个历代刀匠敲击官，倒是红盖头扎是新奶奶，负心人可用之就是小丫鬟，对宝玉只是去的是林妹妹，把真心上前瞒一番，是我的姑妈，老祖宗。等到那居然人一番，生意之人从一番，管教他小金上来翻不了脸，鸳鸯真上喜不来。
谁？方故乡兮不辞，倚栏关兮啼转经。在此地哭，受了什么人的气了？林姑娘，你来评评理，他们说话我又不知，我就说错一句话，我姐姐也不给打我呀。你姐姐是哪一个？就是贞子姐姐。啊，你叫什么？我叫沙大姐。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错什么话了？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宝二爷去抱姑娘的事情。你说什么啊？我就是宝二爷去抱姑娘的事情。好一日抬了青天，抬了青天啊！
就轻一点吧。子君，你哭什么？我哪里能够死你，姑娘？一姑娘心事虽作伤思深，怎么样叫我自卷真不成？断崖见你推开手，水面为人实咽喉。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枕头边只叫你泪湿头。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怎经得东来到城，下流到秋？姑娘啊，你要多保养在莫愁，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放开你眉上舒服中意。你好心好意无限制，你曾经劝过多少次，真乃是一生灵魂意难释，满腔恩怨非也是，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地老天荒，生得死。姑娘你生是乃是保护人，怎么生这样的娃儿同身心？世间上总有两样可治病，更何况腹中都是同你的人。老祖宗当你长身，众姐妹提亲你不用
何苦与死期生气呢？我没有叹气，这怕谁不是啊，姑娘。我一生与世俗做了归宗团。与笔墨记载温柔情，曾记得菊花浮丝的回首，海棠起坐斗情心，以后园中你心里想想，关内人俱为一生心却几此情是几时梦境不想牛郎金马登高地，指望他高山流水女子。此情是知音的心。最
姑娘，你醒一醒啊，姑娘。
须将把
魏密令上去吧。林妹妹，你身子好了没有？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宝玉啊，来啊，宝玉啊，今天你可要稳重点啊！我知道。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天间称心满意的是我还放下去将心心经说别了子的把家庭的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云今这一想一次在此生得娶你李妹妹心事对花饼才开皇上品酒一杯干今儿若是不也美从今后呀与你才是早起在花灯换一条的把米菜天香饼里怪素花土月彩影大苍台从此巧女娇艳满身为恨事到断虽分不开这真是人我三口终于同女郎织女情心为呀咦，方才这件血言，却为何不见自娟呢？他的生肖冲了，因此不来。原来是此。哎，林妹妹，你带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呀？我们何必用这些做汤呢？啊，宝兄弟，哎呀，宝兄弟，做新郎总该多问情，须查得新娘气在心，多生欢喜你少吃啥，三愿三问莫团聚，老祖宗都是为你好。王玉，宝兄弟，我的孩儿，愿你俩相敬如宾到白头。那还有什么？宝玉啊，来。宝玉啊，你母亲的话可要记
李妹妹虽然是红该的呀，咋知你面是无用，眉是绿，却咋不知你心底晨光光光透。老祖宗在这里做啥？老爷在外面做啥的？先生，你告诉我，放在手里那美人儿是谁？是姓曲的二奶奶。你真糊涂！姓曲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林姑娘呢？你怎么问是林姑娘来了？老爷这次娶的是宝姑娘。是啊，你娶的是宝姑娘啊，是宝姑娘，宝姑娘，是宝姑娘，是姑娘，宝姑娘，宝姑娘，是宝姑娘。不，老祖宗，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这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宝玉啊，你娶的是宝姑娘。放开，明明有林满满存的气，谁也反复着他的，怎么也说是多变了？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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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妹，为什么你出现？你出现啊！林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事尽消停，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头绳？为什么梅园草把花针？为什么恰恰将杯酒来去？宝玉，宝玉，莫不是老祖宗骗我家族亲宝姐姐她跟着我的心上人林妹妹，你在哪里？定是千险也
乃是官帅的监察使。你们听，你们可知道林妹妹的哭声？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娘家，老祖宗，我要死了！宝女啊，你怎么样？啊？老祖宗，我就去心里挖要死！你生，我妹妹都有病，两个病人一条根，方求你帮我放谁解哦，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我这也能撤销，见我死了也空张同坟。老祖宗啊，我天下梵文不少情，此情妹妹空死神。老祖宗，你医疗我吧，老祖宗你。宝玉，今天是你他喜的日子，你竟凭什这样？你好不叫我心痛啊！你呀！我知道，求你们也没有用。我去找李妹妹去。我去找李妹妹去。宝兄弟，找李妹妹去。宝玉，你我找林妹妹去。宝玉，林妹妹，她已经死了。宝玉，
林妹妹，我来迟了。暖家哭泣孤零夜，我和你情深又是亲兄妹，那时儿两小无猜空，真面。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共度西厢采花间。到如今无人空把西厢，托那可怜我伤心不该
我心，曾记得一红鸳上了闭门啊，讲你是十八爱心也不眠，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天，我为你是在里梦里找想念，好容易盼到同往花烛夜，总以为美满姻缘一心啊情，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包贼家，家原来你未必是我白天，谁指望大头能将我呀，谁知晓今生你黄土笼中都是你是心头抽筋，叫不开，落花满地伤春，老人语悄唱一步成莲，你怕那生死上风大火双剑，到时今他孤在别你上句见妹妹，宝二爷，天夜了，这里不便多留，你快回去吧。子君，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缺死鬼。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过了，神已死了，还说什么你？子君，妹妹临死时她讲些什么？想当初姑娘病送无人理，上前
他这里是人我桂花三更起，你那边是东方城暖一天西。只听他哼声呼报哟，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宝儿爷，你来治了，你来治难夫妻。哦，林妹妹，你不能怪我，这是母母之子，并不是我们心妹妹的要紧今何在？情言一段，你休得谈。冯子娟，妹妹的花如今何在哪？花树虽在水葬花。冯子娟，妹妹的阴公今何在呀？那阴公叫这姑娘呀，这姑娘身边的娃呀，那阴公
再不，一日这东兵县的错杀，我岂能因不起来随错不？
啊。